是魏婷，然后我这里有带作品集传下去看一下它的产业吧。然后这个是我那个作品集的数位版本这样子，然后可以扫看一下，然后我就大概比较轻松的方式让我计时一下。基本上我的作品都围绕在比较空间这样子，然后再思考一些就是，比如说边界，还有一些像水墨里面的留白这种事情，就是比较空间式的。对，然后你们的房间暗吗？我的房间还蛮暗的，然后我还蛮喜欢这种很暗的状态。然后我其实自己也不太喜欢戴眼镜这样子，我就喜欢就整个世界看得很模糊这样子，就所有东西都一块一块这样。然后我等一下会先讲3件比较闷的作品，然后再讲一些比较浅显易懂的作品这样子。对，然后那现在讲这个比较闷的作品的创作动机来说，就是你们有没有熬夜，然后熬夜到就是可能天亮的时候，有一点点微弱的光线照进房间的那种状态，就房间是全黑的状态，可是你可以看得到东西的轮廓，就例如说，这里是一个电脑桌子的轮廓之类的，可是全部都是黑的这样子。对，然后我就觉得那个状态很有趣，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的现实世界，我们的3维的空间全部变成扁平，一个平面化的状态。你是透过这些轮廓去辨认物体，也就是说，今天这些现实生活的视觉，就我们常在玩的视觉艺术，视觉这件事情突然变成了资讯，就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很有趣啊，因为资讯就是一个诱发我们想象的一个动机嘛，就是例如说我看到一个桌子的轮廓这样子，我就会去开始想象那桌子的结构啊，它的重量、它的颜色，就是因为就失去光线的状态下，我们就是看不到这些资讯，所以我们会去想象。然后就有点像是这个，我举一位艺术家，好像是英籍嘛，忘记英国的印度艺术家安什卡布的这一件，它其实是一个真实的洞这样子，然后可是因为失去光线，所以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很扁平的状态，很像地上有一个黑色的平的圈圈这样子。对，然后其实我在想这些边界的时候，比较不像安什卡布或者是这个Rachel White 一个好像也是英国吧的一个雕塑家，他的作品都是在翻活，就是负空间，也就是说，例如说这张桌子，它的负空间意思就是这些非实体的空间。他就会去把这个空间翻出来，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是一个楼梯的负空间，这是楼梯下面，然后也就是说，他就把一个虚的空间变成了一个实的量体这样子。对，可是我觉得我在想的事情比较不像是，就是西方人他们在想这种非黑即白的状态，就是我比较喜欢这种这个。陈述的很好，它就是一个，它是这个也是这个，它就是兔子也是鸭子，你不能说它是兔子，你不能说它是鸭子，可是它就是像量子世界这样，它就是2个都是，2个也都不是，
我觉得那个比较符合我们东方人在想事情的模式这样子。对，然后我直接跳进来 PPT 好了。好，然后这件作品叫《岸边》，这个算是这系列作品的起头吧。这是2015年做的一个7米乘3米乘5公分厚的一个量体，它7米大概这里可能3米吧，这样子，反正就是一个蛮大的，在一个广场的空间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它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其实是有一个楼梯这样，所以你是有很多个观看角度可以看这件作品，也就是说你可以从很高的地方往下看，你也可以站在它旁边这样子，就是平视的方式去看。然后你从很远的地方这样子看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是一个2维的平面。可是你走近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其实是一个5公分厚的，它是一个立体的东西，它不是一个平面，就是一个在玩2维跟3维的一个东西这样子。然后它的4个边我有安装 LED， 就是它们会闪烁这样。那个时候设备很差，不过就是大概这样子的频率在闪。然后一样就是对我来说，这些就是资讯在标示一个它的连接。然后那个灯的安装方式，它其实是去打那个地板，所以就是地板你会看到有柔柔的光线光晕出来这样子。可是在这个光晕之内，它其实是刻画出一个很锐利的一个岸边这样子，对，然后会想用这个符号，其实是在看夜景的时候想到的，就是夜景我们都会看到那些建筑的警示灯，然后其实我觉得这些就非常有趣，就是夜景的警示灯真的太有趣，就是它是在宣告一个巨大的量体，也就是一个建筑物，一个巨大的实体的存在。也就是说，今天如果没有这些标示的话，其实这些建筑物是等于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就是我觉得光想象就蛮震撼，就是一整个高楼的实体，钢筋混凝土，整个就在概念上它就不存在这样子。对，然后反正就是这是岸边，然后后来延伸到这一间叫广场，那衍生的缘由是刚刚那一间岸边，它是在晚上存在没错，可是一到了白天我就觉得不对，因为一到了白天它就是一个大片垃圾在那里，就挡住人家的去路这样子。然后我觉得这个在创作上不够诚实，因为它不可能就是就是我今天已经做户外了，我就是在跟自然沟通，就是在跟白天黑夜在做一个对话，怎么可能说哦白天不算，晚上才算这样子？然后所以我就是后来我就想说好，那我就把实体拿掉，我今天就是把就是黑色那块拿掉，可是我就是在地板的瓷砖的缝埋了大概只有0.5公分的灯点这样子，然后埋了4颗这样，然后它就是太阳能全自动这样，也就是说晚上天黑的时候它会自己开始启动，然后白天的时候它就自己关掉这样子，就储电这样子，对，然后会叫广场，是因为我觉得广场这个在建筑概念上蛮有趣，它就是一个灰色的一个空间跟一个状态，就是
例如说这里我们把椅子撤走的时候，它就是对了，就是一个广场，就是还没有事情发生的时候，它等待被定义的时候的那个状态，我觉得非常有趣。然后有一部那个电影，突然忘记叫什么，反正就是。然后2017年还是2018年有一部文艺片，然后也有一个国外艺术家做了一个叫广场的作品，可是那个很烂，那个就是把那个灯条埋在那个一个广场内，然后就是说这里面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这样，反正就是一个意外的插曲，因为名字一样，然后概念也蛮相近，然后反正就是这个也是会闪烁的一个状态。然后我觉得那个闪烁很重要的一点是，它的闪烁的规律等于说是重新复写了一个，就对这个空间重新复写了另外一种氛围吧。可是那个氛围又不是说像我们摆椅子办讲座，它是有一个意义，它是另外一个没有意义，就是用一个无意义，用一个灰色的东西去盖一个灰色的东西这样子。大概看一下。然后另外一个有趣的地方是，就是一样这个算是一个蛮大的一个范围。然后我们其实从远处看的时候，我们因为4个资讯、4个点，我们自己脑中脑补去构成一个平面。可是当我们走到这个4个点之内的时候，有其中一个点，因为我们的透视，我们的视野看不到的时候，这个平面它就忽然消失了，就是有点像是这个作品存在是处于一种流动的状态，就是全部因观者的视角而改变它的存在或不存在这样子，然后它自己本身又会因为这个闪烁状态会去出现或不出现的一个对照，就是没有闪的时候跟有闪的时候，就是没有闪的时候就是我们一般熟悉的一个灰色的一个等待事情发生的一个空间，然后再来就是一个好像有什么事情发生，可是实际上也是没有什么事情发生的。对啊，一个对比就是0.5公分大概这样小，然后白板它就恢复到原本的状态，所以就是今天我们在做户外雕塑或者是户外装置的时候，一般都是一个加法的概念，就是这里有一个广场公共空间，我们就塞一个柱子还是什么东西在这里，然后可是例如说这样子，就塞一个加法的一个方式。可是我觉得在这里它不是一个加法或减法，它就是一个共存的一个状态，因为它共存的原因是因为它跟着白天跟黑夜一起呼吸，然后我觉得那个才是对空间的一种诅咒。然后，就是最后一件从刚刚广场再延伸过来的一件作品，我在空中加了一个点，在这里，对，然后这件作品叫试点，那它有点像是我又再去推进前一件作品的想法，就是那今天我可不可以把一个视觉焦点直接变成作品？就是原本我的广场是4个点构成一个平面，所以它是一个往内的感觉，框出一个空间，作品是往内。那今天我把它反转过来，我只留下一个点给你，然后今天我的作品的大小到底是多大？它有点像是一个往外翻的一个感觉。对，就是基本上只要你看到点，它的空间、它的背景、它的环境都算是这个作品的大小，我觉得。然后你会一样，我选这个空间很有趣，
就是它有不同种的角度，就是你可以就是这个角度，然后甚至站在这里的时候你是往下看一下其他角度。就是大概那个空间是这样子，有3种不同的角度，对。然后，例如说你站在最下面往上看的时候，它的背景是天空，就是今天只剩下天空跟一个点。然后，因为你眼睛不是广角镜头，你也看不到旁边的建筑，这个时候你会失去一种对照的依据，就是它突然那个大小还有距离感变得很不确定。对，然后也会因为我们移动，就是回到刚刚的那个观点，就是观者视角的移动，这件作品的这个应该说这个点，它的位置，还有它的，就是你对它的空间感、它的大小，这个亮点大小的掌握度也会因而改变的。就是例如说。这个其实可能只是走几步的距离，然后你就会觉得好像这个点在动，好像是不是有飞机飞过去？就是我就是有几个夜晚就会坐在那里观察路人这样子，他们就有情侣在那里吵说是飞机还是什么东西啊，就会站在那里然后看很久，后来就是也不知道，然后就走掉这样子。对，就是如果你是在走动的情况看到它的话，你会觉得它是飞机，因为你觉得它在动，可是它其实一直没有动，动的是你的视角，对。你要那个影片没放到。将就一下，这里有点亮。下往上看，然后背景是天空，然后你失去对照物的情况。这个是由上往下看，然后它状态又会改变，就很像是依附着某一个东西在发生讯号，就是跟你站在这里往上看的时候，整个感觉差很多。然后同时整个，我觉得天气也是很有趣的一点，就例如说，它是一个有云的状态，或者是乌云密布的状态的时候，就是它的背景是什么，也会影响到这个点，它的感觉。对，然后我们来一些比较浅显易懂的作品，然后之后我就是那个就放了一阵子，我就在想另外一种形式去思考空间的这个边界。然后这一系列作品叫标签，基本上我就是把瓶子的标签移到里面，对。然后因为标签对我来说很有趣，就是例如说一个瓶子的标签，它其实就是在标示或者是在
它就是标示着这个量体瓶子这个量体的内空间跟外空间。标签背后是内空间，标签外面是就是这个量体外面的空间。那我就是好奇说，如果把它移进去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样子？对，我蛮喜欢台啤，这件作品台啤，就是它又是在一个反转，就是今天我把外空间包进瓶子里面的感觉。然后另外一种尝试，把标签位移到旁边，你会觉得好像它是一个双胞胎的量体，可是它其实就是我们的想象，因为一些符号，这个是往内折，就是标签往内折，折进瓶子里面，这样子。这个好感人。然后这个是整个那个叫什么牛奶瓶吗？整个翻过来这样子，对，然后留下一个4点，就是你走近的时候，你会看到标签全部在里面这样子，就是透过一个小孔看。然后这个在试图增加它的量体的体感，就是把它切开之后往外变胖一点点，就蛮符合伯朗咖啡的那个形象。然后这个是想说把瓶子倾倒之后，里面装水，然后依据这个水平去把标签位移。然后这个是把那个标签包含那个量体给切下来，就是这后面是玻璃这样子，就是这一块这样直接切下来。然后这个我蛮喜欢的，这个是大蒜的皮，然后这是大蒜。然后这个我就觉得超有趣啊，因为就是这个皮是它这个量体自己长出来的，我今天只是把它的皮这样子移出来，然后我就可以创造出另外一个量体这样子。超过一点，好加快。然后这个是白边，这个系列叫白边，这是我之前交换的时候做的。一样那个时候就是在思考一些留白的问题，不过这个是比那个标签那个系列更早，那个时候还停留在一个平面的方式在思考这个留白的问题。我觉得去捡人家切剩下的木头啊，就是然后挂到墙上，因为切剩下的木头就是一个创作者或者是一个人为的行动在制造一个量体。他想要制造一个量体的时候，意外制造另外一个量体，然后我就把那些意外制造的量体独立展示出来。所以就是你可以看到它其实就是这样子，只是挂上去，然后我们就可以有另外一种量体的想象。这个就我自己很喜欢，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这样子的片。然后我只是把它靠到展墙的墙角，顿时整个墙壁，就这整个好像就变成作品的一个部分这样子。可是其实只是把一个东西反过去而已。对，然后这个就比较传统一点的方式，就是有一个框这样子。这个是同时在试的另外一批东西。可是我老实说，我也还没有办法解释。不过这个就是一样，也是去捡，他们在制造一个量体的时候，意外制造出的其他的量体。也就是说，这些量体其实就是那些设计过的量体的负空间啊。简单来说是这样。可是他们又独立成为一个量体这样子。然后我就是依据上面的痕迹。就是例如说，我要制造这个量体的时候，我切开旁边，我一定会不小心有很多痕迹这样子，然后我就是依循着那些痕迹再做一些记号，这样，大概是这样。好，先这样。